咱换来关心，法国出名的化妆品牌，即马伫咧美国洛杉矶的奥斯卡电影博物馆举办女性力量表扬典礼，希望让世界当看见点点付出贡献的女性。有真侪国际名称也到场来支持。 注心为犯人的逝世提供大学奖学金，因为自细汉爸爸入去关，知影痛苦、见笑、心理的创伤甲经济负担。2019年 set scholarships 奖学金已经颁发超过60万美金大学的奖学金，予100多位学生，也有58个已经完成大学的学业。伊是雅斯敏·阿灵顿。 为一万个新兴奖界专业人士提供资源甲机会，透过以色列人才甲学习平台 Making Space 甲 NBC Universal 建立合作关系。2024年巴黎帕文头一届由新兴奖界者做转播的主持人，伊是齐利凯威斯。这个女性对亲近社区，走向全世界，法国有名的化妆品牌举办年度女性力量表扬，各个影星来到现场收听。 These are women that you don't see. They quietly are working and doing these amazing things from the good of their heart. You usually leave this event being a better person yourself by just hearing about these women's stories and everything that they've accomplished. 在世界局势变动的时刻，有真侪坚定伟大的女性热心投入公益，启发别人，也是安定的力量。今年得到表扬的10位女性，拢有家己协助的领域甲组织来支持。不过，主办单位也是颁发奖金25000美金，互因继续推动个人的公益计划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